歡迎大家收睇今集 Alumni 國際新聞系列。首先有環球教育博覽 Global Education Expo 2026，帶大家了解最新嘅教育資訊。之後仲有 Stanford PYP 獨創嘅 STEM 課程，揭秘特色教育模式。仲有香港斯貝禮國際學校慶祝關鍵階段3課程正式推出嘅喜訊。最後仲有德萃鑽石山校小學部校舍參觀及入學講座詳情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今集嘅內容啦。香港最大嘅教育博覽環球教育博覽 Global Education Expo 2026將於5月16至17號星期六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G 廳舉行。最重要嘅係免費入場。今次博覽有超過180間本地同海外嘅中小學、大學同埋相關機構參展，會提供一站式升學資訊、課程諮詢、職業講座，仲有現場同網上嘅校園攤位，非常方便。預計會吸引超過5000人參與，特別適合考慮國際學校、海外升學或者轉校嘅家庭。家長們記得寫低呢2個日期，早啲計劃行程啦。詳細資訊同登記方式連結亦都放喺下方資訊欄，大家不妨去了解下，為子女嘅教育多一個選擇。香港 Stanford American School 目標就係培育出適應未來、有同理心嘅世界公民，尤其着重培養學生嘅適應力、應變力同埋靈活思考能力，等佢哋可以應對而家嘅 AI 時代。學校有個獨有嘅 STEM 課程，將科學、科技、工程、數學同創新結合埋一齊，採用探究式學習，鼓勵學生主動尋找答案，膽敢嘗試，亦都接受失敗。呢個課程深度融入咗 VR 教學，學生唔使出門就可以體驗到真實情景，唔單止提升學習效率，仲可以培養同理心。學校話：我哋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優秀嘅世界公民。之前3年級嘅學生就曾經透過 VR 親身感受非洲學童求學嘅艱難，之後仲發起義賣自製鉛筆嘅活動，幫助當地嘅小朋友。另外，學校由低年級開始就提供機械人同編程課程，透過讓學生動手操作、參加比賽，訓練解難能力、協作能力同抗逆力，為佢哋未來嘅發展打下堅實嘅基礎。香港斯貝禮國際學校喺2026年3月9號隆重搞咗一場儀式，正式推出關鍵階段3呢個新課程。當日嚟咗唔少嘉賓，其中就有英國駐港澳總領事戴偉新先生 Brian Davison。戴偉新先生當時就話：今次推出新課程，對學校嚟講真係一個大里程碑，仲可以進一步加深英國同香港兩地嘅教育合作。校董 Carla Howard 亦都講咗呢個新課程可以為學生鋪一條無縫銜接嘅升學路。學生喺香港讀完8年級之後，就可以順順利利銜接到英國嘅 Shrewsbury School 讀9年級，亦都可以去其他頂尖學府，等小朋友嘅教育格局變得更全球化。校長 Priya Kantan 亦有發言，佢話：我哋呢個新課程目的就係激發小朋友嘅潛能，確保佢哋以後繼續深造讀書都可以做足準備。儀式入面仲有一個好有意義嘅環節，嘉賓們一齊創作手印壁畫，呢個象指住學校全體師生、家長呢個大家庭嘅團結。另外同大家提下，香港斯貝禮國際學校承襲咗1552年成立嘅英國名校底蘊，離中環唔遠，坐車大概20分鐘。學校以英國國家課程為基礎，專門為3至13歲嘅學童提供優質嘅英式教育。今次新課程一出，就可以為青少年以後嘅學業成功搭一座更堅實、更完善嘅升學橋樑啦。德萃小學部 St Hilary Primary School 就快舉辦本年度嘅資訊日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德萃小學有提供幼小中一條龍教育服務，學生由小一開始，透過學校多元化嘅教育，慢慢培養佢哋銜接國際課程嘅能力。歡迎大家帶埋小朋友一齊出席，日期係2026年4月25日，時間介乎11點下午1點，具體安排講座11點至12點半，校舍參觀12點半至下午1點。資訊日地點：神召會德萃書院，鑽石山蒲崗村道91號。大家而家就可以上學校官網登記啦，登記連結亦都放喺下方資訊欄度。
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Subscribe Alumni-G， 加入我哋國際新聞資訊圈，每週更新升學動態。下次見。